10年徒手健身，我由冇乜肌肉，1下引體上升都做唔到，到今日做到30下引體上升，單手引體、俄式挺身、Iron Cross 同埋人旗等等嘅動作。呢10年我研究過唔少書同埋科學文獻，試過好多方法，行過唔少冤枉路。今日我會用10分鐘總結出5條關於練好徒手健身嘅關鍵原則，令你進步更快，慳翻幾年嘅時間，少走歪路。大家好，我係威，徒手健身教練。我哋 Get Go 嘅使命好簡單，就係幫助更加多嘅人接觸同埋認識 Calisthenics 徒手健身。如果你都認同我哋嘅 vision 同埋對徒手健身有興趣，就記住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同埋追蹤我哋嘅 IG account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就去片。原則1：打好地基。喺徒手健身嘅頭幾年，最重要就係要打好基礎，專注能夠一次動用多個肌群嘅多關節複合動作，例如係引體上升、dips 掌上壓、矛式掌上壓、斜拉等等嘅動作，並唔需要急住追求花巧同埋力量性嘅專項動作，因為過早挑戰進度不特止慢，仲係好容易受傷。而我自己都有過同樣嘅經歷，有一段時間我瘋狂練單手引體，但練咗幾個月都始終係拉唔起，仲練到手踭傷傷地，最後決定轉練法，專注翻基礎嘅拉力，將大多數嘅訓練時間投入喺負重引體，慢慢增加重量同埋下數。1年之後，有日心血來潮就再試做單引，竟然直接做到2-3下。再講我當年練人旗同埋 ring muscle up 都係試幾次就做到，因為喺練佢哋之前，我已經累積咗幾年穩固嘅基礎，做到20下引體同埋30下 dips， 所以一學識技巧就做到，過程係好快。對新手嚟講，由零開始去建立足以應付徒手專項動作嘅肌力，往往係需要幾年嘅時間，所以會建議大家先將大部分嘅時間投放喺基礎。具體啲咁講，會建議初階訓練者喺做到10下引體同埋20下 dips 之前，將70%至到80%嘅訓練時間放喺基礎；而中階訓練者喺做到5下額外負自身體重50% 嘅引體同埋5下完整嘅空對牆倒立掌上壓之前，將50%嘅訓練時間放喺基礎。正如我成日同啲學生講，大力出奇蹟。嚟到第2個原則，吃好休好。徒手健身進步要快，唔只係靠操練，仲要食得好同埋休息得好。記得我喺開始訓練之後嘅第3至第4年係練得超勤力，但係肌力就完全停滯。好彩嘅係同期我開始接觸科學化嘅健身資訊，發現進步慢係好可能源於以下2個問題：一就係蛋白質攝取量唔夠；2就係訓練量過多，令身體超負荷，成日都回復唔切。因此我就開始飲乳清蛋白，增加蛋白質嘅攝取。同時都將訓練量減咗接近一半，俾多啲空間身體去回復。結果短短1年，肌力就有突破，上身嘅肌肉多咗2至3 kg， 卡關咗好耐嘅負重引體突然拉多咗幾下，仲解鎖埋 full planche。而以下就係我精選出嚟有關營養同埋回復嘅極簡科學指南。先講營養：1總熱量攝取要比平時多10至20%，大約200去到400卡路里。200卡路里即係幾多？就大概係1碗飯、2條香蕉或者係1樽350 ml 全脂奶嘅熱量。因為肌肉生長同埋回復都係需要能量，如果冇熱量盈餘，增肌變強就會變得好困難。2攝取足夠嘅蛋白質，每日理想嘅攝取量就係體重 kg 乘 1.6。例如你體重係70 kg， 咁每日就要至少攝取到112克嘅蛋白質。蛋白質含有氨基酸，而氨基酸係肌肉合成嘅原材料，所以如果食唔夠蛋白質，肌肉嘅生長係會大打折扣。再講回復：1訓練量要適中，因為如果過量，休息再多都係好難恢復。當身體回復唔到，肌力表現就會平台甚至係退步。而根據科學同埋經驗，最佳嘅範圍就係針對每組肌群，每星期練12去到20組。例如你1星期會練2次背肌，星期2同埋星期5，而每次就會做4組正手引體、3組反手引體同埋2組斜拉。1星期總共就係18組，就正落喺呢個黃金範圍入邊。2睡眠要充足，每日確保能夠有7小時或者以上嘅高質量睡眠。簡單總結：訓練、營養、
休息係進步嘅黃金三角。好，嚟到原則3，專注重複。徒手健身其中一個最大嘅陷阱就係咩都想練，以為變化夠多就一定會有進步。例如係今日試負重引體，下星期玩前水平，再下星期又突然心血來潮走去練 muscle up， 結果呢，就因為成日變課表，永遠冇基準去衡量進步，最後就只會停滯。多年嘅教學同埋操練嘅經驗話俾我知，最快嘅方法其實係最悶嘅，就係重複再重複正確嘅課表同埋動作。而以我自己為例，喺我進步最快嗰1-2年，就只係專注練以下4個動作：負重引體、負重 dips、前水平同埋俄式挺身。以上嘅動作佔我課表將近70%去到80%嘅訓練量，而我每次都會記錄重量同埋次數，再隨時間過去慢慢咁樣增加。結果就係每隔幾個星期就會有進步，而呢一個速度係遠遠快過我以前5時花6時變不停轉課表嘅時候。而以下就係3點實戰嘅建議：一、專注少量動作，揀3至4個重點動作，將課表7至80%嘅訓練量投入其中，集中火力先會更易見到成果。2、清楚記錄數據，每次訓練都會記錄低下數、重量同埋組數，然後隨時間過去再慢慢增加下數同埋重量，盡可能每次訓練都會做多1下或者加多1公斤，積沙成塔。3、長時間專注，如果仲有進步就唔需要改動作或者係轉課表，一個課表跟半年甚至1年都係冇問題。會建議一個訓練動作至少練夠4個月先會有改動，例如你由1月開始做負重 dips，咁就可以操到5月先轉做吊環 dips。簡單總結，只要專注地重複得夠耐，唔怕悶，你就會比人哋進步得更加快。好，第4個原則，保持低體脂。徒手健身係講求相對力量，即係你有幾強，唔單單係取決於你嘅肌力，而係肌力除以你嘅體重。所以如果你嘅體脂率太高，你嘅動作表現係一定會受到拖累。記得我大學 Year 2嗰年就去咗泰國度做義教，食咗極多嘅 peptide 同埋泰式炒飯，幾個月就重咗3至4 kg。當時嘅訓練量同埋強度係冇變，但係拉引體嗰陣體感就係越嚟越重，徒手動作嘅表現係急速下滑，然後翻到香港減翻磅，肌力係即刻翻去原先嘅水平。嗰刻我先真正體會到多餘嘅脂肪喺徒手健身嘅世界係 dead weight， 對表現零幫助。多年嘅經驗，我發現最好嘅體脂區間就係8至14%，呢個範圍會令你做徒手動作嗰陣輕身好多，但又唔至於要極端咁樣控制飲食，影響訓練同埋增肌。而以下就係2點具體嘅建議：一、當體脂超標就要即刻 reset， 例如你發覺自己嘅體脂肪過咗15%，開始睇唔到腹肌，咁就要降低熱量攝取，用1-2個月嘅時間修正翻體脂比。2、增肌嘅速度要緩慢，處於增肌期嗰陣要避免體重上升過快。新手嘅話，建議每個月體重上升大概1%，而中階至到進階嘅訓練者就可以控制喺每個月上升0.25去到0.5%。慢慢嚟，避免增肌嘅同時增到過多嘅脂肪，影響運動表現。簡單總結，練徒手減低體脂率係其中一個最被人低估，但同時亦都係最有效嘅變強方法。嚟到最後嘅原則5，長期堅持。大多數訓練者最大嘅問題就係練下停下，認真練1個月，突然又停翻1至2個星期。一旦有事發生，就會將訓練擺低。但如果你想進步，最關鍵嘅就係唔好俾自己有藉口，永遠都要 show up。我教咗徒手健身6年，見過好多天賦好好嘅學生，但往往練得最勁嘅唔係佢哋。天賦好，但係練幾個月就放棄或者斷斷續續，其實最後成果都會係有限。長遠真正進步最快嘅，永遠係嗰啲風雨不改，每星期都出現默默練嘅人。好似我哋嘅學生阿潮咁，佢近40歲先開始徒手健身。阿潮佢學動作絕對唔係最快，但5年如1日，堂都會準時出席，自操課表都會跟足。結果就係我睇住佢一路變強，越練越好，慢慢勁過好多起點比佢更加高嘅學生。印象中佢5年間缺席嘅堂數係唔過5堂。我自己都一樣，無論係幾忙都會擠時間出嚟跟 program 操。10年如1日，未試過停操1星期以上。練得最好唔係最有天賦，而係最少藉口嗰個。Be stronger than your excuse。
最後嚟個簡單嘅總結：打好地基，吃好休好，專注重複，保持低體脂，長期堅持。呢5條原則，相信無論你係初學者定係已經玩咗幾年，都係一定用得着。最後，如果你唔想靠自己亂試，想進步快啲，就歡迎參加我哋嘅團體班或者係私人訓練班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記住點擊置頂留言嘅連結去登記報名，名額有限，有唔少嘅時段都滿咗，可能要排 waitlist。如果你都想快啲開始，咁就要盡早報名。今日嘅影片就去到呢度，大家好好練，下次見，拜拜。